喺香港南區住喺呢度係一種福氣。其實2005年世界衛生組織就已經開始推動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計劃啦。係咯，世衛係咁定義嘅，要令我哋長者保持健康，積極參與社區，仲要得到適當保障，咁先可以真正提升生活質素。不過有樣嘢好重要㗎，呢個計劃唔係淨係為長者，係要有待所有年齡嘅人，係一個共融嘅社區。2006年，世衛做咗研究，確認咗8個範疇係建設長者友善城市嘅重要元素。8大範疇包括室外空間同建築、交通、房屋、社會參與、尊重同社會包容、公民參與同就業、信息交流，仲有社區同健康服務。喺南區，2009年就成立咗南區長者友善安全社區小組，由區內多間安老服務單位同居民團體齊組成，定期舉行聯席會議。小組旗下近60位長者一齊參與，每年都會根據我哋嘅需要訂立社區議題，仲同各界持份者合作，推行南區長者友善安全社區計劃。今年我哋以照顧者年齡友善社區為主題，我哋希望減輕照顧者喺日常照顧中所承受嘅壓力同負擔，亦都希望照顧者同受照顧者喺社區生活入面感受到更多安全同更多便利，提升照顧者同受照顧者嘅尊嚴、參與同被尊重嘅感受，一齊建立一個更美好嘅照顧者年齡友善社區。建設一個長者友善嘅社區，需要大家一齊努力。無論你係長者、照顧者定係街坊，我哋都係呢個社區嘅一份子。邀請你哋一齊加入，成為南區長者友善大使，一齊建設南區年齡友善安全社區。